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顶回牧师甲大家分享属灵的军队的第一讲，咱有提起到咱的教会应该真做为主征战的属灵军队。牧师有用4项属灵军队的特质甲大家分享，就是属灵的军队爱认同效忠，爱接受装备训练，爱遵守纪律，爱专心顺服。今日咱要继续来看属灵军队的特质。伫领受上帝的话之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伫这个时刻，我用严肃的心、坚定的心，要领受你的话。求主帮助我，让我的心柔软，透过你的话的帮助，让我会当真清楚你的心意。也有信心，将你的心意落实伫我的生活。求主帮助我，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咱要继续来看属灵的军队到底有什么款的特质？属灵的军队毋是讲永远无代志，拢无做啥物。属灵军队无论是操练、训练，或者是接受真侪无共款的装备，毋是伫遐无代志通做，毋是混吃等死是爱为着信仰来征战。保罗安尼讲，上界重要的是恁的生活应该符合基督福音的要求。安尼无论我会当袂当亲自来看恁。我拢会当知影恁是抱着共同的目标，坚定不移，同心协力，为着福音的信仰征战。所以保罗一直咧讲，伫当时代咧传福音是一种战争，是一种征战。所以伊要求所有的信徒，特别是腓立比教会信徒，爱为着信仰来征战。那安尼要用什么款方式来征战？这段经文提供咱3种真重要的方式。第一项就是生活见证。保罗咧写腓立比书的时阵，伊人被关伫这个罗马的监狱中间，伊将要面对的是罗马皇帝的审判。其实，若照当时的情况去判断，当时的人对基督信仰无理解，甚至是对基督信仰有偏见的精神来看，保罗真有可能被判死刑。当然，以后来真正被判死刑。相反，腓立比教会信徒嘛，受到各方面的迫害。随时拢有可能拄到危险，也就是讲，伫迄种的环境中间，只要你相信基督教的信仰，加做耶稣基督的学生，你都有真有可能面临极大的迫害甲危险。所以保罗特别爱信徒注意一件代志，就是上界重要的就是恁的生活应该爱符合基督福音的要求，也就是讲，不但唔通惊别人知影恁是基督徒，连恁的生活方式拢爱基督化，就是互人会当透过恁的生活、恁的生命，去知影恁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。保罗咧讲，一个真正的基督信徒。毋是用嘴在讲，也是讲咱普通派一个是物个破烂，互人知讲哇，你是信耶稣的，毋是安尼，是用你的生命，互人知影你就是基督徒。咱刚才会感觉奇怪，腓立比教会信徒，敢毋是全力在支持保罗的福音事工？因敢毋是伫信仰顶面真有见证嘛？保罗去倒位传福音，因就全力支持伊，
甚至保罗即马被关伫罗马的监狱内底，因也继续咧支持伊，替伊代祷。啊，兼讲即款的信仰无见证吗？为什么佮要勉励菲律宾教会信徒爱伫生活顶面爱有见证？其实就是亲像我拄则所讲的，当时的信徒，因为若去互人知影伊信徒的身份，真有可能伫伊的生活中间受迫害。所以因伫教会内底非常敬虔，甚至支持保罗的福音事工。但是伫外面无相共，可能有时爱稳重家己的身份，惊去互知影家己是基督徒，啊惊面对迫害。所以保罗就考劝因，讲毋是安尼，你毋通惊别人知影你是基督的信徒，你爱伫生活中间爱表现出来，互人知你就是耶稣基督的信徒。所以咱来理解，一个人可能伫信仰顶面真有奉献的心，也可能伫福音事工顶面真尽力，但是无一定伫生活中间有相关的见证。简单讲就是讲，伫教会讲一套，出教会更是另外一套。伫教会真敬虔，出去了，惊人知影咱是基督徒。甚至咱知影，有时阵吼，咱会拄着即款的情况，就是有一寡出名的人，一寡演艺人员，也是讲一寡政治人物，因可能做一寡社会较袂当接受的代志了，互人知影伊是基督徒，有个人就批评讲基督徒就是安尼，安尼互基督徒感觉真见笑。所以保罗讲，伫生活中间，都爱表现出迄个符合基督福音的要求，安尼才会当伫众人的面前做见证。请大家注意一点，毋是每一个人拢会来到教会，但是每一个人拢会当伫伊的生活中间拄着基督徒。迄个基督徒可能就是你，可能就是我。因是对咱的身躯顶咧判断啥物是基督徒，所以千万毋通互耶稣基督感觉见笑。爱伫生活中间有见证，这是保罗第一点提醒。第二项，伊继续讲，啥物是上介好的生活见证，就是伫逐项有益攻击顶面徛立稳固、坚定不移。所以安尼讲，伊讲我拢会知影恁抱着共同的目标，坚定不移。那按照原文翻译是讲，徛点伫同一个灵顶面，我拢会知恁是徛点伫同一个灵顶面。其中徛点伫即个字，意思是一个士兵咧战争的时阵，坚守伊的位置，绝对无退后的勇敢态度，徛立真稳固。同一个灵是表示讲抱着共同的目标，所以规句的意思就是讲，信徒爱伫信仰顶面坚定不移，徛立稳固，这是应该是所有基督徒的共同目标。为什么保罗咧教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，伫传福音前爱先稳固家己的信仰？咱头前讲过，保罗咧写这张批信的时阵，信徒遭受着真大的迫害，有来自犹太教的迫害，有来自政治上罗马政府的迫害。伫教会内，阁有真侪异端邪说的引诱甲威胁。要持守基督纯正的福音是非常无简单，何况伫迄个时阵，教会中间许多的批信并无完全，所以信徒常常伫这异端邪说中间，毋知影怎去面对。直到有的信徒去听探迄
听起来敢像是，其实是毋对的真理。迄毋是真理，迄是异端，甚至去传异端的信仰。所以保罗讲，你要传福音进前，先爱稳固家己的信仰，这才是正路。今仔日咱嘛相反，稳固家己的信仰是教会信徒上界重要的代志。我毋通信主久久，连基础的信仰拢无认捌。所以今年牧师甲即个吴伯珍讲义所有要开一个课程，目的就是要分享基础的信仰以及咱长老教会的精神。希望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拢会当了解。所以请大家会当来报名参加。详细这资料以后会甲大家公布。所以坚定不移信仰上界重要的是爱稳固家己的信仰。第三项，保罗继续考劝信徒爱同心协力。第27节安尼讲，同心协力为着福音的信仰征战。这句话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：传福音是一项同心合力，是一项团队的工作。也就是讲，维护福音的真理，是教会中间每一个基督徒共同爱担当的责任。维护福音的真理，毋是教会的牧师、长执的代志尔，是每一个信徒共同担当的责任。你甲我拢有责任，因为咱是一个团队，咱是一个属灵的军队，所以咱来做伙来做。过去牧师甲大家提醒，咱教会亲像一只船。是啥物船？咱是豪华游轮，牧师讲，豪华游轮只有20%咧服务80%的人，80%拢是人客，拢是来遮享受的。咱教会毋是安尼，咱的教会是一只掠鱼的渔船。掠鱼的渔船，每一个骑在这台船顶头的人，拢知影这只船的目的就是要掠鱼，所以我一定要对掠鱼有一个贡献。我无论做啥物，我是驶船的人，我就爱驶去有鱼的所在；我是拍网的人，我看到鱼，我就爱尽力去拍网。我可能伫这个船顶，我是主驾的人，我做总务的人，我就爱做好势，做后期的工作。互遮会去掠鱼的人有气力通掠鱼，每一项拢爱参与伫掠鱼的工作，这只渔船才真正会当发挥伊的功能。所以每一项拢有责任，爱同心协力，为着福音、为着信仰来征战。所以保罗伊安尼讲，咱提醒一下3点：生活爱有见证。信仰爱坚定不移，工作爱同心协力。这是第5项。第6项，咱继续来看。这属灵的军队就是爱勇敢面对攻击。保罗第28节安尼讲：伫任何代志顶面，拢无受反对恁的人恐吓，爱勇敢，爱用安尼因证明，因一定灭亡。咱一定得救，因为这是上帝的作为。属灵的军队有可能来自人的攻击，嘛有可能来自魔鬼撒旦的攻击。保罗非常清楚，基督徒遭受的困难，毋是单单伫信仰顶面的认捌尔，伫生活顶面、伫身体顶面嘛有攻击。保罗咧写这条批信的时阵，迄个时阵的环境，基督的信徒会向拍、会向掠、会向赶，这是常常看见的代志。当然，咱今仔伫台湾
有法律保护信仰自由，咱无搁再看见基督徒因为信仰的缘故，遭到直接激烈的迫害。但是咱来明白，伫传福音、伫维护咱的信仰顶面，咱犹原爱付出代价。咱来知，上帝伫信靠伊的人心中有特别的应允。伫得到应允之前，咱拢爱有一个重要的观念，就是礼物袂对天顶落来。咱要得到这个应允，咱来刚强壮大，突破真济困难去争取。咱看见着，约书亚要带人进入应允的地，伊爱遭受着真济危险甲困难。所以上帝来约书亚讲，你爱坚强，爱有信心。你若去看迄段经文吼，约书亚第1章，上帝来约书亚总共讲3遍。人即摆拢讲，因为真重要，所以讲3遍。所以真正来讲3遍，爱坚强，爱有信心。因为咱来理解，以色列人伫旷野的时阵，因毋免刚强壮大，因伫旷野已经40冬啊，对旷野生活已经非常适应，知影当时要做啥物货，知影要安怎做，会当适应迄旷野的生活。但是，一旦若要渡过约旦河，入去老年甲密的应允的地的时阵，因就爱刚强壮大。为什么？因为爱征战嘛。咱知影，迦南地有真济遐的百姓，因早就知影以色列人要入来承接这个土地，所以因已经准备真久啊。因建立真坚固的城，嘛准备真好的战术，要甲因相战。所以以色列人要入去得到迄个应允的地，是需要征战。那要征战，就爱刚强壮大。今日相反，咱伫教会内底敬拜上帝，咱伫教会内底团契生活、小组的生活，毋免刚强壮大。但是，一旦你决定要出去外口传福音，你就爱刚强壮大，你就爱面对有心理准备，你会拄到一寡困难，拄到一寡阻碍。因为咱是要得到人的灵魂，是要甲这个俗世的价值观征战，所以咱就爱刚强壮大。我要看到一个资料，一个香港的一个神学院的院长，伊安尼讲，伊讲香港甲台湾的教会之所以袂真快成长的问题，毋是外在这其他民间宗教的因素，是教会内部的问题。是因为教会的信徒无愿意付代价，无愿意出去征战，只想要秘伫教会内底做一个享受聚会的基督徒。我感觉伊分析真有道理，这也是今仔台湾教会的问题。咱敢是安尼？咱真欢喜伫教会内底聚会，但是无愿意出去征战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既然承受上帝的应允，咱就爱勇敢去突破真济困难。伫突破困难的过程中间，我确信咱一定会当享受上帝更较济的力量甲稳定。当咱愿意刚强壮大，开始要去征战的时阵，咱就领受一个极大的稳定。就是咱的接受上帝扩大咱的见解。上帝对约书亚安尼讲：照着我应允摩西，恁行过的所在，我拢要赏赐互恁。就讲恁脚踏过的所在，我拢要赏赐互恁。我一直咧想，我毋知你敢有甲我相款的想法。约书亚接续摩西的使命。要带领正百姓过约旦河的时阵，伊的心情一定是一方面充满喜乐，一方面
佫真惊吓。为什么？因为伊要去承接迄个应允的地，是老年甲密的地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伊爱开始征战。其实我这个时阵徛踮伫遮，牧师回想8年外前，我拄拄来到成年教会的情景，我嘛甲约书亚同款，心中充满喜乐，但是佫充满惊吓。一方面，我对上帝要伫咱教会彰显伊的能力充满愿望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我嘛烦恼，会拄着真侪挑战，嘛烦恼家己的软弱。但是上帝将牧会会重担交伫我的身上，我相信上帝一定甲我同在。而且原本一切拢进行了真顺利，咱等下召开会员好会，咱通看咱的统计数字。咱对2016年开始，咱的聚会人数一直增加，到2019年，咱平均的人数已经突破1000人，是1050人。我原本就想讲会继续安尼一直进步，但是2020年，咱知影拄着疫情，拍乱了一切计划。但是伫疫情中间，咱嘛突破真侪困境，教会开始真侪无共款面对的模式。今日我有完深信，疫情已经过，咱会当继续向前迈进。我相信有更较大的稳定会伫咱中间发生。咱一定让亲目睭看见上帝安怎使用咱，成做更较侪人的祝福。那回顾过去这个过程，咱真正爱深深感谢上帝，因为上帝亲像应允约书亚同款，伊讲：你无论往倒落去，耶和华你的上帝的确甲你同在。伫即几冬的过程中间，我相信咱一定体验到，检查咱拄着真侪困境，疫情的搅扰，就是其他的挑战，上帝拢甲咱同在。上介重要是，上帝互咱伫这患难困苦中间，去体验伊的稳定哪济。透过安尼来扩大咱的眼界，甲咱生命的境界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保罗伫最后安尼讲：现在恁会当甲我做伙作战，这个征战，恁看我征战过，恁也一定听过。我现在犹原将士同款的征战。咱看记着，保罗对头到尾，征战到伊为主宣告。这就是一个宣教师的精神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牧师要呼吁大家，各位是基督的精兵，赶紧起来，咱共同来征战，共同为着得到更较侪灵魂来打拼。相信上帝要使用咱，成做这个城市、这个国家大大的祝福。愿望大家心中会当阿门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，透过你的话，阮搁一遍得到激励。求主帮助阮，互阮真真正正成做你所使用的器具，成做基督的精兵，共同为着福音的圣战，阮来尽阮的亏力。求主帮助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